美生物巨头停止在中国销售产品，因中共当局一直在东突厥斯坦对当地维吾尔人进行迫害。美国一家生物技术巨头决定停止在中国销售其基因测序设备。从2016年到2017年，已有近3600万人参与中共当局的免费体检计划。据维吾尔人和人权组织的说法，中共当局收集了 DNA 样本、虹膜图像和其他个人数据。中国感谢佩林切克。正在访问中国的土耳其祖国党主席托乌佩林切克在北京进行了一系列会晤。据报道，中国当局对他在土中关系发展起着的作用表示感谢。中共当局称，中国对抗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态度是未来土中关系的基础。据说，结束北京访问之后，一直抹黑东突厥斯坦人的佩林切克将前往东突厥斯坦，他将在乌鲁木齐出席一个国际会议并发表讲话。维吾尔人举行大型示威活动。近几个月以来，土耳其各地举行示威活动，以抗议中国对维吾尔人的人权侵犯和迫害。今天，数千名东突厥斯坦志愿者聚集在伊斯坦布尔市中心，举行了历史性示威活动。在这里举行的发布会上，他们批评了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人权侵犯行为，以及穆斯林世界沉默。中沙关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了正在访问中国的沙特阿拉伯王储萨勒曼。习近平指出，两国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利益融合，加快签署“一带一路”倡议同沙特2030愿景对接实施方案，推动能源、基础设施、贸易、投资、高附加值产业等双边务实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委内瑞拉发生冲突。据报道，委内瑞拉军队和平民之间发生冲突，冲突爆发于巴西接壤的委内瑞拉东南边境的大萨瓦纳地区。据反对派媒体报道，冲突导致最少2人死亡，22人受伤。反对派议员格拉齐亚通过社交媒体报道发表声明称，当地一名妇女在格兰萨瓦纳地区的冲突中丧生。